后礼拜一就是520总统就职的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讲，拄好拄到议会总质询，议员已经同意伊请假去参加典礼。苗栗县长张东锦讲，伊嘛会去参加。若婚姻县长张丽仙讲，东港爱主持集团结婚。南投县长柯秀华讲，要去议会开会，所以两个人拢无去参加。一寡国民党的县市长拢无爱参加520，都惊外界有政治的联想。卢秀燕出面来疏圆，讲可能是邀请函发了伤慢咯，大家都合未拄好，所以无法度参加。赖清德总统呢，我也会亲自参加。台中市长卢秀燕表态会参加520总统就职典礼。佢讲，迄天市议会总质询，不过总统就职是国家大事，伊特别提早请假，得到议员的同意。我会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甚至台南的晚宴我也报名，已经报了。苗栗县长张东锦嘛表态参加，不过为南洋县市首长亲像南投县长柯秀华和婚姻县长张丽仙都未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因为有更重要的一个这个集体结婚了，所以不便参加。5月份大概县市长都在议会期间没有办法亲自参与啊。柯秀华讲是议会要开会，张丽仙是为着要主持集团结婚典礼，未去520。中华县长王惠美也搁伫咧求助，讲迄天伊嘛要去议会开会。那今年呢，因为就职典礼的发的这个邀请函的时间比较晚一点点，那也许有些人他的工作已经安排妥当了，或者是没有办法跟动。卢秀燕到上港讲会，讲迄天是拜日，无休假，各县市首长拢家己现场，加上邀请函发给话，现场派解大体观众。卢秀燕讲会去总统就职典礼，外界就伫咧传讲是未来可能参选总统，为着建设才去的。谢谢议员的抬爱啊，对于这个无关市政的这些政治评论，我都没有评论，谢谢。参加总统就职，敢是去建设的？卢秀燕无正面回应。伊的心内敢有想过要坐大会？卢秀燕是继续保持低调。Hello， 我是庄宇杰。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